台东县的外来种草青啊，大约有1000多公顷，面积是全国第3大的。即马台东林管处正咧拍拼，要改用环境设计方式，利用采落来草青啊，若提去做护栏、树叶，嘛会当摕来后肥，搁种本土的树啊，设法互本土的树啊赢过外来种。台东市观光景点离溪山土壤无肥，真适合外来种迎合款成长。登山步道两边边啊，会当讲拢是迎合款，形成景观甲树花物种偏向单一化。也毋过要移除工程真大，台东林管处特别甲环境监督团队合作，用分区移除就地利用方法，各种本土种的树种，想办法互本土种战胜外来种。在移除后，我们大概会立即来进行这个生态的一个造林工作。那包含的像这边长得非常好的，像七里香，然后还有台湾火刺木啦，还有相思树等等哦。环境工作团队移除迎合款的方式，毋是非常恶调，是将迎合款锯落来，利用伊的树干作为护补甲护栏，树枝树叶变做种本土树种的肥条。这种方式无需要动用机具，上大的好处是会当互土壤无肥，地板起的裂溪山变做更加适合多种植物生长的环境，更可以当保护山坡地。步道两边都是土石流，还蛮明显的，所以这个就可以让任何的有机质会下来的话，会被这些拦截下来，水分也会被这些有机质吸进来。台东林管处强调，无共地形移除迎合款的方式会有无共。这摆的测验是透过环境的设计，将外来种的迎合款变作在地会当利用的材料，环保搁袂破坏自然环境，产生的效益会推广到其他所在，作为移除迎合款的参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